惠州人終於唔使羨慕其他城市啊！大亞灣萬達廣場永輝超市6月13號帶住碰冬雷同款體驗換新開張，今日帶大家環顧一圈，睇下呢個超市究竟有幾多變化同埋驚喜。OK， 咁我哋入到入邊嚟啦，同大家介紹翻個動線。從2號門入嚟，見得到我哋左手邊呢個永輝超市嘅招牌，往下邊負一層行就到我哋超市個位置啦。而家到咗超市門口啦，不過而家暫時仲未正式營業嘅，但係呢，我哋媒體老師可以提前嚟探訪一下。咁而家見得到成個超市都係做緊個準備動作嘅，而且呢次商品大換血啊，網逢爆款加埋品質靚噃。呢次嘅調整直接係斬咗一半以上嘅舊商品啊，新上架嘅全部都係啲靚嘢，唔單止有碰冬雷同款嘅 DL 精釀啤酒啊，海產小食、燕麥片呢啲斷貨喎，仲有從寧德海嘅冷鏈直送嘅燒活海鮮，買完直接幫你現殺現煮添啊！我哋見得到呢邊係冇專門嘅保潔人員㗎，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會非常之細心嘅打掃超市嘅每一個角落，而且佢哋係做到每日1日3檢嘅。佢哋公司嘅理念係從地面到人心嘅打掃，呢份細膩唔單止保持賣場嘅清潔，更係對顧客嘅喜愛啊！無論係精英打工人或者係各行人士啊，相信呢邊都會令到你滿意。關於服務入邊嘅碰冬雷基因，其實呢一次嘅一個前真感受啦，就係永輝超市將碰冬雷嘅文化內核真正嘅落實咗。由良善啦、戒惡嘅企業準則到發自內心中意高於一切嘅經營理念啊！你見到嘅員工都係發自內心嘅微笑啦，感受到佢嘅細節同埋尊重關懷。咁例如水果4小時8折、6小時6折嘅新鮮承諾，又或者幫你現切西瓜啦、剝榴蓮嘅貼心服務，呢啲就係碰冬雷講嘅，讓顧客安心、放心同埋舒心啦。咁喺大亞灣嘅朋友們，6月13號就正式開業啦，咁快啲約埋家人一齊嚟睇睇啦！